有耐心的猫。花鸟拄发现鸟仔收的时，内底空空，是拄做好的，所以伊讲，我等，因为伊是有耐心的猫，热天还袂来，伊等一礼拜，搁爬树仔去看鸟仔收，内底有2粒卵，蓝色的，筋骨搁闪烁。花鸟讲，卵敢若袂歹，毋过鸟仔囝搁较好，我搁等。等的时，伊去掠鸟鼠甲蚕鼠，身躯洗洗去困，也就是做我花鸟度时间的代志。搁过1礼拜，伊搁爬树仔去看，即摆有5粒卵，但是花鸟搁讲卵是袂歹，毋过鸟仔囝搁较好，我搁小等一下。所以伊搁小等一下，然后爬去你看，有5只鸟仔囝，大目睭，长颔棍，黄色的喙擘开开。花鸟坐伫树枝，青片，合开，真正欢喜，有耐心，有价值。伊讲，伊搁一摆看鸟仔囝，看尾先食倒一只，敢若拢伤瘦。因拢伤瘦啦。花鸟一世人毋捌看过遮瘦的物件。但伊家己讲，我若搁等几工，因就会较肥。瘦鸟是袂歹，毋过肥鸟搁较好。我搁等，安尼伊伫等，伊看到鸟爬规日掠虫转来受呢，就讲啊哈，因会真紧肥，肥到我所教伊的遐肥。啊哈，有耐心，确实好。落尾伊想，但因一定有够肥啊，我一工嘛毋搁等啊。啊哈，因一定赞。伊就爬上树，沿路流喙烂，想肥肥的鸟仔。等伊爬到树顶，看到鸟仔收，内底空空。迄时花鸟坐伫树枝，就讲，所有我看过的。歹看的、冻酸的、古老的，遐个鸟仔是上界歹看、冻酸、搁古老的猫。